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's day.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. Darling， 怎么回事呢？不是你刚忙的吗？我冷，穿着皮草还冷，腿冷，忍着啊。你好啊，我叫杜克。你好，我叫，杜总，嗯，他叫宁可风，他需要治疗。哦，怎么样？感觉好吗？冷不冷？不冷。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感觉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握着一双温暖的手，两个人朝着同一方向走去。括弧三毛说的。呀，三毛。啊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一定相信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样的事情，怀着相似的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括弧也是三毛说的。你也喜欢三毛？没错，我喜欢他已经很久了。好巧啊！喜欢三毛的女人，大多都是内向安靜的，但是脾气好像不太好，特別轴，特別愛較真兒。你該不會也是這樣吧？你猜一下呢？寧小姐，你別誤會啊，我呢是個心理醫生，好奇心特別強。比如說今天我就特別好奇，為什麼你們仨都戴着這個窗戶框眼鏡啊？我每次參加你的 party 都會給我一個驚喜。那是應該的嘛，因為你們男人都喜歡不一樣的驚喜。你太懂我了，下次我帶你去一個更大的泳池，我要給你一個驚喜。哦，真的嗎？那下次我要再扮美人魚，你扮什麼呀？